歡迎你使用呢一輯嘅個人靈閱默想指引。我哋今日會默想啟示錄第3章15、16兩節。默想嘅焦點係我知道你嘅行為。喺開始靈閱之前，讓我哋先調校好自己嘅坐姿，腰背挺直而放鬆，雙腳平放喺座位上邊，腳掌要腳踏實地，讓身體能夠既保持放鬆又保持專注。我哋可以透過自然嘅一呼一吸去意識呢一個生命賜予嘅主，佢係點樣嘅將生命同埋氣息嚟到去賞賜俾我哋。就讓我哋慢慢嘅透過一呼一吸嚟到去體會，嚟到去感受呢一位超乎我哋眾人之上，貫乎我哋眾人之中，又住在我哋眾人之內嘅主，佢呢份生命賜予嘅臨在。假如你需要多啲嘅時間嚟到去繼續嘅安靜，你可以暫停嘅播放，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。不過假如你已經預備好進入靈閱，我請你先將心底裏邊一份最深嘅渴望帶到主嘅面前，向佢求恩。我會為你誦讀經文3次，請你用心嘅聆聽。喺每次誦讀之間都會有時間俾你去默想，去留意經文對你嘅吸引，對你嘅觸動。當你留意到神透過呢啲嘅觸動同你講說話嘅時候，你就可以透過心禱進入同主嚟到去對話。假如喺整個過程裏邊，你需要多啲嘅時間嚟到自己做默想、做誦禱、做心禱，同主對話，你都可以隨時嘅暫停播放，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。啟示錄第3章15、16兩節。我知道你嘅行為，你又唔冷又唔熱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。既然你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主佢係無所不知嘅，佢清楚知道，佢透徹認識我哋每一個。所以主話：我知道你嘅行為。既然我哋喺主嘅面前都係無所遁形，就請你誠實嘅嚟到主嘅面前，繼續嘅默想佢嘅說話，並且留意觸動，同佢對話。
我知道你嘅行為，你也不冷也不熱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。既然你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請問你意唔意識自己而家嘅屬靈境況係點樣嘅呢？究竟你對主嘅愛，你對主嘅渴慕，你屬靈生命嘅溫度係冷定係熱呢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我知道你嘅行為，你也不冷也不熱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。既然你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主話：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，我情願你或冷或熱。主喺呢度表露緊佢一份對你好深嘅渴望。假如你感受到主對你呢份巴不得嘅渴望，唔知道你會點樣回應呢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嚟到靈嘅尾聲，讓我哋透過默觀同主彼此嘅對望，讓我哋去凝望主，佢係點樣帶住愛嘅嚟到凝望自己，唔需要講任何嘅說話，只需要單單安息喺主嘅懷抱，享受喺主嘅呢份同在嘅裏邊。
多謝你使用呢一輯嘅個人靈悅默想指引，鼓勵你將剛才最深刻嘅體會寫低落嚟，成為你今日嘅靈修札記。願你繼續嘅喺生活嘅當中去體會、去感受神對你呢份嘅愛同埋同在。願神親自嘅賜福俾你。